亡啦。轉睇下消委會嘅消息，市面有唔少嘅預先包裝好嘅鮮貨食品出售。消委會抽查發現，其中大約80%係唔足稱，即係標示嘅重量同實際嘅重量不符。實習記者陳雅儀報導。消委會喺多間售賣預先包裝鮮貨食物嘅零售店同埋超市抽查61個樣本，包括豬肉、牛扒、魚同埋蔬菜，其中90%按住重量計算售價嘅樣本，淨重量都低過包裝上所顯示嘅重量，其中有3個樣本少1成有多。最嚴重嘅一個牛扒樣本少近2成。另外部分鮮魚樣本，如果加上配料，仍然低過標示重量。嗰個重量呢，就究竟係成份魚肉嘅重量啦，定係包含埋呢啲呢？大家都值得商榷嘅嚇。咁喺我哋見到嘅樣本裏邊呢，有啲甚至即係唔連嗰啲配料，當然就差一截啦。如果係連埋啲配料，有啲都唔係好夠嘅。消委會就提醒市民啦，如果想買得精明一啲、足稱一啲嘅話呢，呢一啲配料呢就可以分開嚟買。消委會表示，唔夠稱令到消費者俾多咗錢，已經將調查結果通報海關同埋食物安全中心。亞洲電視記者陳雅儀報導。